溪崩山湖做大水，请入去光复市区，目前17人死亡，32人受伤，17人失去联络。毛太安溪崩山湖有大水地这外界质疑哪唔先崩破引流，学者表示风险上大。英国伦敦有一个台湾女性去互4个白人围勒拍，受害者表示受婚犯罪，已经向台北驻英代表处请求协助。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因为风台昨是规个填出来，大水冲入去光复市区，灾情真严重。灾害应变中心伫今日下晡1点统计讲，目前至少有17个人死亡，32人受伤，17个人失去联络。也早起11点外有广播警告讲第3阵大水准要来，爱民众赶紧撤离。不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讲，即马无严重崩坏情形，一个水满出来流去水路是正常的现象。警消沿路大声喊，但警事社公布通知要流过来呀，撤离已经着急。大家都在撤离，众人赶紧脚步逃离，汽车踏完道路，无到1点钟，现场就有水势，搁较有真大的土沙水灌入，到会查7点啊饮料，也毋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回应马太安溪崩山湖无第3波的大水。从昨天最大的洪峰过去之后，那可能大家有感受到说，好像还有一波又一波的水流下来，可能有误解说，这个是不是坝体又有比较严重的这个溃坝的情形？其实它是一个正常的，就是它持续在溢流。中大花甲沙过境2摆河崩山湖搬出来水尾的花莲光复乡，捌淹做大海。农业部表示，目前无严重崩坝，只是正常溢流，不过当地市区已经是路苍苍。那我们可以看到。大水虽然退去，可是现在满地的污泥，居民都现在赶快清理家园。空气看全市区，四界拢是土沙污迹，现场路苍苍，民家铁门变形，桥上玻璃门破裂，火架啊拴甲规涂骹，汽车冒落损害，也有一台倒链卡伫住户的厝门前，店家的生产工具也拢受损。我都叫行李啊哈，都没有办法了，全部毁了。损失多少？这样损失50万超过，都是烂泥巴，都是烂泥巴。你们看里面都是这样啊。哇，其实惨，是超级无敌惨。我长那么大50几年第一次。你们家2个人是不是？海巡订单飞动员伫市区进行补给，部分居民也面临欠物资的问题，也有人用吊挂的方式送食物。不过一场水灾过了后，工园变甲乱糟糟，复原才拄要开始。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马太安溪崩山湖这个大水溢出来，是造成花莲真严重的灾情。这个崩山湖是伫7月做未拍风台的时来形成，对迄时开始，风灾团队就一直咧密切监控，干那2个月，雨直直落，水直直积，这个水啊已经到9000万吨，这个量差不多是一个南化水库。即马都有人质疑讲是安怎这2个月无爱用炸药崩破做工程，甲水流掉。学者就讲话这个崩山湖地点真压贴，机器是真歹到位。还阁来崩山，这风险伤过大，若崩溃伫咧水尾的这个市区，后果恐惊会不堪设想。要是家己面扫开，才是上好的办法。规片光秃秃500公顷的崩塌地，踢着河道形成崩山湖。林保署透过7月25日青雅上江案，湖面18公顷，换2个月来愈来愈大，伫崩湖进前来到140公顷，抽水量高将100万吨，相当一座南化水库。大约3.64万个游泳池的水量，外界集齐，敢讲一开始袂当先用炸药将水引流掉？不可能，不可能！你爆破的话，你这样的大的炸药会造成更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2礼拜前，水利工程专家经内政部长李鸿源接到现任部长刘世宏的邀请，调集学者专家讨论应用。李鸿源讲炸山毋是选项，台大土木系教授尤景云表示，当初评估工程引流袂当做，认为爱撤离居民，若是撤离马太安中华，佮较爱扩大范围，包括后来灾害严重的光复乡。大部分居民都有照我们的建议做撤离。目前的灾情看来，就是没有完成撤离的人都在我们当初提醒的热点里面。
虽然建议爱全数撤离，即摆游玩突出伤亡，李方关键部长认为，若无事先撤离，更较惨。疏散了大概7、8千个人，当然还造成了一些伤亡，但是我们就想，要是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疏散，那后果恐怕就不堪想象。也有声音质疑，虽然有撤离，毋过无整合退防之外第二道防线，也是设伫万江区，才会造成淹水严重。也毋过水利署指出，即摆通水流量足足关出河道设计标准4倍较侪。洪峰的这个量值实在太大了，而且那个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洪峰跟水势的时候是抵挡不住的。有估累积雨量会当互邦沙湖搬出来，林保署伫邦湖前一日22早起发布红色警戒，请花莲县府强制疏散撤离受影响居民大约1800户，到2时统计。县府拢总撤离3285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早起去到花莲勘灾，伊认为讲这个撤离计划有欠点。国民党立委鲍坤基听到当场就吊起来，批评中央咧提责任，一直到指挥所，鲍坤基搁咧吊。杜英泰强调讲，救灾时间真有限，伊无爱听鲍坤基咧批评中央，伊想起来离开，去到地方了解灾民的状况。为什么在我们要求撤离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执行撤离，造成这样的不幸？但是这下不是追究责任，我们是要把事情找出来。去花莲视察的行政院长杜英泰对真济回民众失联，表示撤离计划有欠点，和花莲立委鲍坤基不满，现场杠上杜英泰，强调地方按照中央执行3种比例方式，批评中央无负责任。不负责任的行政院长，他们要求的撤离有3种，一种是垂直撤离，家里有2、3楼可以到2楼、3楼，这都是行政院指导的。第二个到收容所，第3个去依亲。到别的乡镇的亲友家，因为1楼来不及跑到2楼，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双方冲突拖到花莲前进指挥所，杜英泰告场要了解前线救灾状况，也毋过误会鲍坤基继续批评中央要求赔偿责任归属。杜英泰拍断鲍坤基的发言，强调救灾时间有限，2人各一摆发生口角，杜英泰受气离开。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行政院从头到尾的讲法，人民相信行政院。杜英泰随后赶去花莲马太安教会了解灾民收容案例，有民众抱囡仔寻求协助。因为我们这里还蛮多 baby 的，所以可能需要奶瓶啊。对，我们都帮尽快把物资补充下来。杜英泰强调，今马上重要是找出失联的民众，中央地方拢有救灾责任。总统赖清德也表示，中央已经几啊摆有建国甲花莲县府合作，提前疏散真侪民众，后手会全力支持县府尽速抢救受困的民众。国军也派出大量兵力投入 AAV7 3.5 吨载重车，前进关起灾区，协助清除污泥，提供救援，帮助灾民量早恢复正常生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马太安溪桥这个是互这个大水呛转去，也造成讲的这个台高线无法度行，即马都要行台11线接台30线才会当到光复乡。不过这个路线乃是比本地要加行2点外钟。交通部长陈世凯今日是到现场视察，要求公路局伫咧10月15进前要甲便桥搭起来。过年进前要甲钢铁便桥搭好势，明年底要甲规桥起来。花莲县马太安区邦山湖发生八顶水溢流出来的隔工，对空中翕到淋真侪土山土石的土水，伊原继续流向下游。另外，再看到被冲歹去的马太安溪桥的桥墩，踩伫个溪仔中。位伫花莲和林镇，也有光复乡交界马太安溪桥，整长452公尺，有上北甲路南各一组。2019年才完工，无到6年就被冲断去。交通部长陈世凯讲，主要是因为即摆流出来水真多，冲击力真大。第一，它水流相当的快；那第二，因为它夹带着泥沙以外，还夹带着石块，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天灾，所以我们的桥梁确实在这次很严重的受损。
即马太安溪桥一长期也造成大高山拢长期，原先会使经由即个桥到光复乡，不过又有路未通，也来替代193县道，伊个因为拢是烂土，伊原伫个抢修，即用路人爱行即台11线接台30线，才法度到光复乡。有加西路时间会加出2点半钟，但世界讲马太安溪桥会分3阶段复原，首先要求公路桥第10月15进前便桥爱打好。我们先做涵管的便桥，在明年的2月之前先完成钢便桥的建制。那我希望在明年的年底之前，我们先完成单线的永久桥梁。虽然这个经费会非常的庞大，但是我们会争取行政院的支持。铁路运输部分代替公户车站的铁基路23也号大水淹过，不过经过透明抢修，已经全线通车。当时交通部的协调，和花莲到公户中间增加区间车。我小孩子一抱，我们就车到阁楼，然后我们就被困在那边，就整个就飘走了。对，剩下台铁。修复工作也真长，花莲民众敢若希望讲家园会使真早来恢复。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伦敦有一个台湾女性去互4个白人围咧拍。公司国际记者伫伦敦访问当事人，受害者表示讲这是受婚犯罪，无缘无故就对伊来起骹动手，甲伊的鼻仔拍着伤，规身躯拢乌青。也受害者即马已经向台北驻英代表处请求协助，会向英国警察报案，希望甲动手的这4个人抓起来。阮甲受害者文内莎见面时，伊的目睭皮甲鼻仔顶面正徛到乌青的所在，伊原看甲真清楚。脚只鼻、手骨也佮有骹肚的所在，乌青也真大片，拢看会出来当时拍伊的人，真粗残，大力一直甲拍。我甚至被倒到地板之后呢，他们还是拳打脚踢，然后甚至是把我扯着头发往墙壁上甩。后面那个夫妇也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制止的话，他们是真的会把我打死的那种。事发所在伫国王是伫车站附近的公车站，这个所在大部分是主体建筑，也有上班的大楼，来往记录人袂少。迄暗大约8点半，文丽莎落公车了后，才要登去行路差不多5分钟远的租厝的所在，却是互4个看起来才要去夜店啉酒的少年白人女性砸掉咧围起拍。就他们是4个人一群人，然后其中一个白女就故意撞我。然后后面那个女生就很大声的问说：“你为什么要撞我朋友？”我就说，我就当下有点错愕，然后我就直接说了一句 “sorry”。那没想到我就下一秒就被打了。我其实很大声的对着司机喊说：“帮我喊警察！”司机看了我一眼之后，把门关起来了，就开走了。公司驻英国记者联络伦敦警察厅发言人回批，承认讲警方拄开始反应无达到水准，也佫确认这个案件已经进入调查阶段。Do you think the rise in hate crimes is connected to the recent surge of a right-wing sentiment? But we have indeed observed a rise in hate incidents and hate crimes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The perpetrators have used words such like small boats, refugees, so suggesting a link to the current anti-immigration or anti-migrant sentiment. 根据民间组织调查，有45%阿下过去1年拢捌遭到这个受婚的暴力，总计案件已经达到上百万件，其中8成是语言暴力，将近4成是骚扰，5%牵涉严重的身体暴力。更加让人烦恼的是，只有1成的受害者会去报案，主要原因是对警方的无信任。公司国际记者英国伦敦报道。川普昨伫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批评联合国无提供战争实际协助，也以是和平大势，强调会用关税来制裁无愿意听进的罗西亚。那川普嘛强调讲，气候变迁是骗局，经过欧洲的气候甲移民政策会害到国家的生存。美国总统川普23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到到会场，就拄到地动楼梯向被捧，伊开手甲其他人过去家己爬上楼，所以来伫大会顶面，川普一上台，佮拄到提司机告状。I can only say that whoever's operating this teleprompter is in big trouble.
这是川普对2020年以来头一届伫联合国发表演说。这1点钟，川普批评联合国并无对区域战争提供实质的帮助，也讲伊家己是和平制造者，扫平7场战争。也若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伊表示会提出真硬斗价关税手段，逼罗西亚停火。不过也点名欧洲各国一定要确实切断对罗西亚能源的依赖。And Europe has to step it up. They can't be doing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buying oil and gas from Russia while they're fighting Russia. It's embarrassing to them. 川普也大力批评一寡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这款做法亲像咧奖励哈马斯的恐怖行为，对推动和平无帮助。Some of this body is seeking to unilaterally recognize a Palestinian state. The rewards would be too great for Hamas terrorists for their atrocities. This would be a reward for these horrible atrocities, including October 7th, even while they refuse to release the hostages or accept a ceasefire. 川普演讲说，甲乌克兰举行中比会议，也透过社群媒体表达对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无同的观点，也就是伫北约的协助之下，乌克兰会当完整甲罗西亚占领的土地退回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好，罗西亚无人机是一直侵略北约国家因的领空，欧洲国家唔敢大意。比利时又甲美国买无人侦察机，暗算的是比利时未来的战争的主力。也丹麦甲挪威因为机场去互无人机入侵，规个领空是赶紧关起来。两个政府拢表示讲，无排除是罗西亚做，也罗西亚因是讲无，因无违反国际法，批评欧洲国家的指控无影无迹。引擎的声轰轰叫真大声，大型无人机 MQ-9B 收挂架侦察机慢慢出入去天气坪。这是欧洲国家比利时在2018年甲美国买大型无人侦察机，今年8月才拄交付予比利时，嘛是当局第一架无人机。过去几礼拜，北约各国是一直受到罗西亚无人机侵犯领空，互北约战机几下摆紧急升空来应对，嘛互欧洲各国对领空防御愈注重。Nous sommes très clairs vis-à-vis la Russie que ça doit finir immédiatement. C'est clair qu'on doit avoir renforcé nos forces armées, mais aussi renforcer nos capacités unmanned, nos capacités de drones, parce que je pense que ça c'est vraiment le futur de war game et de wartime. 因为丹麦哥本哈根和挪威的奥斯陆机场，日暗时受到不明无人机弄入领空，造成空中的交通大乱，航班敢若会当停飞，也是改变航线，影响几千旅客。目前两个国家已经对这来进入调查的程序。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23表示讲，这是对丹麦关键基础设施的严重攻击，因为罗西亚无人机进前捌侵入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的领空，无排除就是罗西亚的无人机舞出来的代志。挪威政府表示讲，罗西亚伫今年已经3摆侵犯挪威的领空，无法度确定到底是故意还是导航的失误，但是拢互人是无法度接受。欧盟是认为讲，这是罗西亚当在试探欧洲的边境。What we have seen in terms of Russia is that they have not just accidentally violated the airspaces of EU member states, but this was an intentional violation of the European airspace. And here we see a clear pattern. Russia is testing the European borders, also probing our resolve and undermining our security. 对这，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是否认，强调讲罗西亚的无人机并无违反国际法，批评欧洲各国的指控根本就无根据。目前欧盟议定要打造无人机长城来保护北约组织的东部边界。德国的国防部长表示讲，西班牙、德国、法国暗算伫10月来举行3方会议，讨论推进未来东方小兵的空中作战系统，而且年底进前对相关方案做出决定。另外，立陶宛是呼吁全球动员，包括进一步制裁的方式来应对罗西亚的威胁。公司新闻单词同编译。来讲金鼎奖今年的特别贡献奖颁予已经93岁戴明进，肯定伊一世人注心推动儿童美术教育，甲台湾绘本的发展。一世人自心做一件代志嘛，牵线几难世代，这是真无简单的成就。绘本作家陈明进奉看作是台湾的囡仔册教父，伊今年93岁，出版50本绘本。从1952年开始做美术老师，是头一位伫美术教育内底加入绘本的老师，嘛引进外国绘本，推动儿童美术教育和台湾绘本的发展。第49届金鼎奖嘛，甲特别贡献奖颁予陈明进，感谢伊的付出。美术馆就是讲，互这世界上好的这个绘本啊收藏，
以外呢，在台湾啊做一寡好事，跟人交流。陈明进讲，伊上大心愿就是希望会当起造自动绘本美术馆，深化台湾绘本的人文底蕴，甲世界交流。今年金鼎奖拢总有35件得奖作品，其中台语出版社摕到3个奖，亲像都市插画奖得占2个名额，有杜家辉画的乌的，也有黄旭琴所创作的节目的天才黄土水。台语伊写出来的故事，感觉就是较贴近我们的感觉，然后那个就是你画的时阵，你就会感觉更顺畅。这系列会当把100年前伫这块土地面顶上厉害、上高、上在前的台湾人介绍大家，互咱了解讲，咱今仔日会当行到今仔日，其实有足侪人的付出、甲牺牲、甲打拼。另外，用细汉时厝内开汉药房的记忆所创作的绘本《神奇汉药房》的作者陈千勇，在今年金鼎奖是摕到二小图书奖。语言是文化的根，嘛是民族的灵魂。我嘛想要互伊知影讲，会用台语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文化部长李婉表示，为着要继续支持出版，针对今年伫国内外有摕到重要图文奖项的创作者，头家推出下一本书的奖励机制，通申请奖励金来创作下一个优秀的作品。文化部希望透过种种的文化政策，甲台湾出调的出版品杀到国际舞台。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瑞典政府因要选100件代表国家文化作品，也一个立顺的规定哦，就是讲作品的历史至少要50档，不过这就引起议论。因为瑞典的移民哦，大多数是1975年过后才来到位，也这项限制就去互质疑讲，排除当代多元族群的文化贡献。长话皮皮的冒险故事，伊基亚宜家家居也是阿爸合唱团，多一寡有法度代表瑞典的文化。瑞典政府这么启动文化典范计划，要选出100项有代表性的瑞典文化，包括50件文化类的作品、小说、电影、戏剧甲音乐，也有50件甲社会领域有关的文化，包括宗教、法律甲经济等范围，也有被认为对瑞典公共事务自我理解等重要的发明、地点、产品或者是个人事件。评鉴人员分别是学者、记者、历史学家组成的专家版，一个数位民众拢会当自由提名的民间版。瑞典政府伫宣布内容时阵讲，选出来作品至少要有50年的历史，和文化学者批评。Uppdragets avgränsning innebär att vissa aktörer med stort genomslag. Då kan vi gissa vad det kan vara. ABBA. Det faller utanför ramen här då deras mest bestående insatser tillkommit efter 1975. 设定至少要有50年的历史，那是排除流行音乐团体阿爸，也等于是无认可伫1975年了才移民到瑞典公民因对文化的贡献。这个群体差不多占所有瑞典人口的1/5。Vår ingång i detta har hela tiden varit att en svensk kulturkanon ska vara ett levande och användbart verktyg för bildning, gemenskap och inkludering. Och så står det också i direktiven. Jag har sett rätt många försök att rama in kulturkanon som någonting helt annat, som ett auktoritärt projekt med målet att peka ut vad som är svensk kultur och vad som inte är det. Det har till och med beskrivits som ett sätt att strypa det fria ordet och ett steg mot totalitärt statsskick. Inget av detta kunde vara mer fel. 文化人士批评，那是文化遗产的认定由官方掌握，就无国在只是列清单这么简单而已，也佫会难着一寡民族认同加政治原因，这是因上担心的。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辑。鱼伫咧当面进前哦，会甲家己食甲肥肥。阿拉斯加州就有一个国家公园，甲鱼号名大相片办线顶的投票。全球有上500万人透过直播来追踪观察这鱼所展现的生命力，甲票转互家己上喜的鱼。我伫鱼袂知影你投互啥。张鑫为着过冬做好准备，这个时节掠鱼时会下死命血，因为母鱼必须要变大颗，才会当过冬。累积体油来饲伊的囝，讲鱼是爱抢到掠鱼的地点，上大颗的会用讲是上成功的。Bears need to get fat to survive, so I thought, wouldn't it be kind of fun to get people to decide who they thought was the fattest and most successful bear of the year? It really is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think about how bears survive, what they need to do
to survive what the ecosystem provides them and look at their individual success stories as well. 这是主办单位阿拉斯加州卡迪麦国家公园甲保护区所举办的大考验礼拜线上投票，因为人类可能感觉因拢生较真诚，爱安怎分别？主办单位会替嫌号名甲分别特色，透过真侪只固定式的摄影机，现场24点钟直播，李亚希甲金迪起来等等活动拢看甲真清楚。 They've, given names to the bears and fictitious, humorous names. And they've got, people following these individual bears and how they bulk up in preparation for the winter. 也就是讲，这寡藏形的选手被风掠来一只一只，庆当是互人类观察因展现出的生命力来投票。这大约有2200只的藏形生团要入选比赛，因爱定定出现伫布鲁克斯水墙去卡刀。每一年的9月、10月，暂行规个热人拢咧找食物。卡迪麦国家公园上大只的成年蟳，体重真简单，就当超过450公斤。有一寡蟳甚至有635公斤这重。不过今年三文鱼的数量特别多，因无需要为着找到掠鱼的好地点来激烈竞争。国际新闻吴文玲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